就这个房间。谁呀？是我，服务员。干啥？我睡觉呢。屋底下漏水了，我上来看一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这干啥？放开！我说了，把放开！把东西藏哪儿？啥东西？我们是来打工的。我看你不老实啊。打工，城里没跑往原上跑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交代啊。哎，领导，这就是我在小摊上随便买的呀。成色不错呀。多少钱买的20多块钱，小玩意不值钱。 ？20多块钱，那一娃赚了呀。啥赚不赚的嘛？领导要是喜欢的话，送给领导。这是西安13朝古董，这东西放在大街上，谁都知道从墓里出来的。你以为我给你闹着法呢？好好说，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